這不是拍美食節目，我们那个纪录片不可能放吃了3个小时饭，太诡異了。老闆，點菜。只有這句話會，只有這句話會。羊肉串嗎？對，先要羊肉串吧，先來上30串，烤大蝦，15串吧，直接這個也來15串吧，上面給我們來10個吧。烤鴿子，這麼狠！炭火羊腿，手撕明太魚是什麼東西？我們可以試一下。哎，這是什麼？這是肥牛，這個牛胸口是吧 ？OK， 放這邊吧。該吃了，我們先放點肉。不知道沒去過。該吃了，該吃了，該吃了。還以為他們拍電完了。沒有，他們只是拍畫面而已。你不可能放3堆紀錄片，然後放吃了3個小時飯，太詭異了。這不是拍美食節目。還有土豆，撈一個土豆。好嘞。姜。土豆。都快吃完了。沒事，我們還有串兒，我們主要是吃串兒的。哎 ，B 站的人生一串你看過吧？看過。他們幾個我聽過，但是我沒看過。對。我2季都看了。你在路上面吧？對。我這個肉還看着不錯。你不覺得趙浩老師對待特別可愛？性格挺好。趙浩老師真的太可愛了。哎，好嘞，謝謝。哇，那麼大。這個羊排。羊排。這羊肉串還可以。膻味不大。這個串挺好吃的。肉香料不辣。这纯是醋啊！什麼名？纯是醋啊！全是醋啊！赵浩老師講座上反差大嗎？趙老師講座的時候更專業，平時私底下沒有架子，對，真的沒有像其他的老師那樣讓人有距離感。對，其他的老師是指誰？就害怕老師，一般都會害怕老師。